對唔住，上嗰集我忘記咗將中宮地盤杆嘅貴字寫入天琴星個宮位度，因為中宮嘅地盤杆係永遠跟住天琴星走嘅。今集補返啦，繼續上一集，而家講第4集，第11步排墓庫。墓庫淨係睇6、8、4、2嗰4個宮位就得㗎啦。主要係睇下呢4個宮位嘅天盤杆同埋地盤杆係乜嘢10天干。要記住10個天干喺6、8、4、2呢4個宮位。我係用呢種方法嘅。首先喺坤二宮起甲，喺乾六宮起月丙，喺艮八宮起丁，之後就返轉頭去乾六宮起卯，艮八宮起己庚，巽四宮起辛壬，坤二宮起癸。咁10天干喺邊度？嗰幅圖就喺我個腦度啦。咁依家就可以見到特朗普嘅墓庫，就係喺艮八宮同埋巽四宮啦。因為6、8、4、2宮位嘅10天干墓庫字係永遠唔變嘅，所以當喺艮八宮見到天盤杆係個庚字嘅時候，咁呢個宮位就係入咗墓庫㗎啦。同樣巽四宮因為個地盤杆係個壬字，所以呢個宮位都係入咗墓庫啦。喺12長生表度係可以揾到10天干嘅墓庫係屬於邊一個地支。特朗普嘅庚字就係屬於地支丑啦，而個壬字就係屬於地支辰啦。咁依家我就將個墓庫寫喺個丑字同埋個辰字度啦。第12步排吉刑。吉刑同墓庫一樣，墓庫喺6、8、4、2嗰4個宮位。當遇到相應嗰10天干嗰陣，咁嗰個宮位就入墓庫啦。而吉刑就係8、3、4、9、2嗰5個宮位。當遇到相應嘅6兒時候，咁嗰個宮位就發生吉刑㗎啦。奇門4害就係空亡、門逼、吉刑同埋入墓，而呢4害都係可以化解㗎。領導甲就係頓咗喺戊己庚辛壬癸呢6兒度。當3號宮遇到戊字，2號宮遇到己字，8號宮遇到庚字，9號宮遇到辛字，4號宮遇到壬同埋癸字。咁吉刑就係發生喺呢啲相遇嘅宮位啦。特朗普奇門遁甲盤嘅吉刑就係喺4號同8號嘅宮位度啦。今集講到呢一度，請繼續收睇下一集。十分多謝你嘅收看，拜拜。